要紧啦，怎我报应演出好个啊？上班吼，佮隔壁个张太太就来啊，好冤啦！有冇想过考嘞？你冇想我考那做嘛该？现在我两个22K 哦。你这样讲，你今年无爽，明年怎我考去摆就好个啊？呀，司机也唔好，讲开头哦，怎去贴方文啊？是报嘞。妈，辛苦了，俺自谁哦？还谁？请跟我来啊！漫漫长路。你敢会感到辛苦？风霜一路，披上大夜干电路，永不服输。茫茫大洋唯多前途，春夏有秋冬，叹岁月太匆匆。上甘地办家错，有时一下变强输，一条干千山万树，一下发勇相扶。年一年灭风尘有爱，感谢有你上下天数。
悲伤唔會一家一撒來到呀，顛倒係群打群嘅來。William Shakespeare。我必求什麼街啊？等下肥女都冇出來。我同你講，其實楊全豪踢超高位啦，我一禮拜我都躲唔掉。因為聽你兩天玩機，人家飛出幾十年聽聽呢，上班時就勁難事，竟然還可以叫他出班，得靠文化呢。你攞成功冇？冇啊，咩唔講？但我剛剛你說衰你嘛。这是护理人员的工作，基本的3读5对。好险，今天病人反应快，要不然这些药早就进病人肚子里。不就2颗软便剂，有那么严重吗？病房还有事情，我先去忙。你最好记住，在医院里没有比病人更重要的事。哦。有人啊发错药，借口一大堆，连药袋上面名字也看错。唉，要不是病人认得这些药，我看又要有一桩异常喽。啊？杨轩，你会不会太夸张啊？连药的颗数都算错，他有没有在对药单啊？叶秋姐，怎么连你都这么说啊？今天早上就真的很忙啊，又要发药又要发早餐的。所以呢？叶秋姐，那个睇下過來。唔係上一啲阿神品，我跟你说啊，既然咁早就做一個方選嘅研究，又唔係乜嘅太事情，就你用啲軟便劑聽誒，軟便劑誒，就學啱是啦，學你都冇強樣聽。迄講係其他嘅藥嘅咧，你普通嘅醫院啊，當然唔會安尼啊，當然唔會。當然唔會。啲藥會去按青菜，我係唔係凊彩啦，講出嚟亞種唔係整間醫院有乜嘅問題。楊轩，亞種態度冇嚟做護理人員嘅拜託。唔係啦，阿常找，我過去。不是你啊，毕小姐，是他。你呀，快点。阿长，你找我啊？哎。阿长，我知道我这个礼拜工作的状态有那么一点点的。你怎么把手机给关了？啊？你妈妈打电话到这边来，她说找不到你，家里有急事。我妈？对啊，所以我呢就帮你调了班，请假3天，所以你赶快回去吧。阿长，我妈有没有说是什么事情啊？没有啊，在电话里说不清楚。你赶快走吧。就这样。先谈到这边。好，谢谢阿长。那我就快去快回，到时候再回来拍片，拜拜。关于工作，等你回来，我再跟你讨论你工作状况。哦。媽，你打電話本嚟做乜解啦？哎呦，冇事呀，冇事啊。哪有可能冇事情？冇事情到嚟護理長嗰邊請啊，做乜解？哎，家下做，哎呀，真係冇事，唔是手啦嗬。梗唔是笑，你媽，喂媽，學人媽。
捱啦！我無法度差唔多嘿，唔用嘅啦，唔真用嘅，嚇死你！故事愛清清楚楚，move on來思路。哎，我說楊先生嘅事情唔係唔知哦。老弟真係冇按數。咩啊？我係用小紅按應等你，我想有多便宜啊！係啦，恁整嘅型好轉起來。唔係啦，我喺度有啲行，我唔交屋企幫你啊，我用睇咧。這片頭上嘅一家錢。唔係雞咋？一片毛呢？都奈呀！有多呀麼？啊，真多嘞！嘿嘿嘿嘿。好啦，先轉去了。啊，安子姐，睇搞錯不平啊，所以有嘅咩冇乜解。媽，你進嚟。媽，媽，我希望冇談到佢。發生咩事情了？別鳥哎！看你兩個冇事情，結轉移啦，恁搶家醫院要扣錢冇？冇事情，前早拜一下講冇事情嘅鳥嘅喏。冇事情啊！哦，咩冇事好冇？哎呦，哎，等一下啦，我嚟講吧。講乜解喏？係問阿哥係唔係冇考到，做乜樣事情？哦啦，以後就總係冇生意，切多數啲呢，你緊張乜解喏？阿哥自殘憂鬱症。就總係心情唔好，聽聽下，乜解自殘憂鬱症？唔好亂講呢，萬請人哦，係啊，嗰個手機對象，你呢種事情咧傳出去後，一啲咧好處都冇。好啦好啦，喏，你宣布嘅啦，呀，不開事情咯，我來處理就好嘅啦。
嗨，你好，你好。最近工作顺利吗？还 OK 啊。你哥还好吧？我哥很好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跟你妈讲，不要一直逼你哥去考试啦。工作又不是只有一种，弄到小孩都忧郁症了，不好吧？你说什么啊？你才忧郁症嘞，我哥没有忧郁症。哎，不是他就是已经都弄到自杀了，救护车都来了，大家都有看到啊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很奇怪哎，我哥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？怎么不关我的事啊？说句难听一点的，万一要成功的话，以后我们这边的房价怎么办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再跟你讲一次哦，我哥没有忧郁症，你管好你自己家就好了。你用还蛮专业啦。你糖豆给我讲嘛？家蹲门后公安太上啊糖豆的啦。糖豆，还有糖豆，你还知道，家都讲的没有一些些道理啦。唔想啊，万一阿公冇去看医生啊，做乜嘅安事情安尼，懂个影响唔了？唔惊哦。惊啊！哪用我唔惊？看好了就好个啊！人家教唔清楚啊！哪有问我去做保险的？伊讲去便利商有像忧郁症三杂师，动到东西就做唔得保的呢。你纯粹喊糖得咯啊！你精神病，也系神经病。你按你讲啊，讲转来。报病、看医生、动死人，有乜咁好减少的喏？你无减少，无减少，人家做嘛两员工也跟我无不听啦。唔行诶，做唔得讲的啊！吼，唔爱叫变哪按怪按头。唔要的啦！我是不是钱，不是钱嘛，对吧？啊！我养了，这来啊！这一位病人是何医师介绍的，我没有打算要收。不过何医师希望他可以在我们这边再做一次检查。他去其他医院看过，有3间医学中心、2间地区医院，诊断结果皆是急性视觉失调，记录已经在桌上。诊断结果都一样，又是急性期，我觉得不合适。我也是这样打算的。不过何医师对我们医院的信任，他希望可以再检查一次。哦，何医师要来住诊，原来是交换条件。不晓得这个小孩子跟他是什么关系哦。我觉得一定有关系。你想太多了，他是为了放弃。有可能好不好？我是觉得没这么单纯。我也这样觉得。要来住诊是很好的，但是这种天上掉下来的病人，还是不要收比较好。对吧？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好，那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啊，那我们来讨论下一位，主护是谁？哦，是我。你报告他的状况。他的状况就是，医师，刚才那个病人，何医师为什么要把他送到这？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原因？这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似乎何老师觉得这里是非常规的环境，可
可以看出什么不同吧？什么意思啊？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老师觉得他有装病的可能。装病？也有可能是老师单纯多想。对，医生最近稳定不少，我把他药减低了。你没吃早餐吗？怎么手抖得这么严重？李医师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病房那边还有点事，我们就先去忙了哈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先生，要研究本年开会讨论出来的结果，加个资料，然后你看。迄个有做的天数的素材。哦。好嘞，好嘞，来滴。哦，不会麻烦。哦，冇问题，来个大本。按摩。哥哥，按压嘞，还忙睡哦。快点嘞！快退嘞，那有可能。要买你的天发。姐姐呀。最后一那边嘞。这都死去啦，好彩啊，多多晒洗牙机的，送去转来哦。死去？最后按验。你讲题有几不一样？好啦，冇妈啦，係啱嗰嘅，叫做無聊咩？嚴順唔出好嘅，冇媽咧，快啲啦，唔會痛。我聽說你唔做好嘛咧？差唔多。就算毛量唔錯，你安尼見大天花，迄裡面唔會食，可能若個個去用啲上班，要去水母，點啊？剛係想愛情姐姐啊，愛情姐。哦。你好，我是绿许的哥哥。那天謝謝你送他回來，這是綠許的號碼，如果方便，請回電話給他。係電話，個個打咧。做乜冇個打咧？哥哥。嗰個人講過咁。姐姐。不好意思，我以为这是诈骗电话，所以没有接。明天要上班，现在不方便通话，请转告绿旗，我下班后会打电话给他。有禮貌嘛？姐姐運氣好咧。哥哥行開好。姐姐。最後嘅時間你約乜嘢？咁起其實過到後啊。係啊，又係你先生。講乜街啊？我都看到咧，我唔去留聽人講啦。我做一蚊嘅聲唔嘅針頭。係哦，嘅討論針頭做乜樣做點數喎？我講嘅如果冇。哦啦，我都看到嘅啦。用啥要按樣嘛？而係按樣，有嘛？有嘛？
呀？哦，跳不落下一代是爱跳舞嘛，来到头发见面。大明星，伢的经纪人张大头发老公请动，很大段戏哦。他一摆讲法了，我记得先讲好，你记得吗？伢个样片肯定爱疏空，迄讲传出去，伢个粉丝要受记头家嘞，我吃关么？你就冇记到粉丝哦？哎呀，我一年都要比香啊！你要明气卡，你这么高爱做这种事情，王碧秋值得吗？佢到底有乜嘅好？佢到底有乜嘅好？佢就唔是嘅好，佢就唔是嘅好，佢就唔是嘅好，佢就唔是嘅好。但呢就係最好嘅。珊珊，我看班表，我们两个晚上会休假，要不要去看电影？哦，看电影是有点无聊啊。看电影哪会无聊？地震的状况怎么样？情绪控制都蛮平稳的。那就好。他妈妈回去了。怎么会这么快？不会吧？你们想到哪里去啦？我是说他妈妈治疗告一段落，可以回家休养啦。所以不是。哦，阿嫂，你讲话讲清楚一点好不好？刚刚所以你是怪我没有把话说清楚喽？没有。哦，我待会还有事情，一只妈妈来的时候帮我招呼一下。哦。你发什么呆啊？在谈恋爱哈？还不赶快去帮义正整理行李？哦。那待会麻烦你。谈恋爱，我情敌了。走开！不是，我情敌了。哎，你怎么没跟我讲？我情敌谁啊？哎，我情敌谁？义正，走吧。安之 C 什么？安之 C。冇闲讲啊，才先冇下体。医生，早晨蝗蟲做我媽媽聊天 app， 那以前講講你記得吼？食飽飯就提醒媽媽愛食肉嘅，啲吼。阿叔你還有打勾勾做咩唔記得？然後快來晒，吼。
妈妈。妈妈。会叫我全部卡了。哪有乖乖？妈妈顶有乖乖。安子生，实在当感谢人家，要按照顾佢哦。也係捱就應該做嘅。健康又乖乖，這個東西又唔難咯。你見啊？安子生。安子生哦，來去了。地球，安子生。好听的话谁不会说？我的失落没有人懂，多了遗憾还不见了感动。我做了醒不来的梦，暗自幻想自己会懂，却忘了学会不怕尽头。要跌跌撞撞才有彩虹。啊，來來去去。啊，那小文轉過來，我可憐，因為邊呢？分手嘞，你啲也好捱啊。好嘞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喂，水要買好嘞，是炸婷婷啊。好吧，然後收拾，先安尼啊。唔用啲啊！我嚟講，你唔記得嘢啫？咁慢嘅，你都時間轉頭嚟幫我睇嚟，係冇？咁慢嘅。啊！用未啊？啊！攞嚟幫我睇下，你我們兩件事。你做咩做嘛？你有嘢買過嚟。老妹不用睇。老公啊！有嘢買過嚟。你哋唔好，我們攞嚟救下。啊！咁我們攞嚟救下。想什麼？你想想，老妹不要退，老妹不要退。好啊，有嘢幫我還咧，幹嘛？哦，狗魔死了！老子关门！那边跑，怎么不让他丢他？啊！老退！哎呦，狗魔死了！你妈你呢？自己敢打，不要脸呐！哪一次你外挂了？救命啊！有色狼哦！我已经报警了，再来，报警哦！你跟谁玩？必球，你行咪過來哦！
门关走！妖魔鬼怪，退！狗子啊！你这回来有事情吧？他走掉了，不要害怕。哎呀，是你呀！哎呀，不要怕，他已经走了。你住哪里啊？我送你回去好不好？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来。哎呦，要不要看医生啊？好了，不哭了。歹勢啊！我唔記得你冇先呀，我嗌過去拿邊個好咧？哎，唔是嘞，安尼就好嘞。呀，就該有數自當嘅哦。安尼幾久咧6年。 6年，按叫佢唔記得報警哦。哎呦，咁啊硬戇呐！你講，崇拜阿全就會打電話報警係冇？珊有人嚟講，就唔知阿全用佢咩都壓大條。佢唔係條絲啦。護士小姐，俺做啲哦，也係按嚴重嘅事情，俺就唔會亂罵你咧，真係當歹勢啊！阿姨冇講。 有種事情，俺妹唔點樣用講。護士小姐，咱冇想要看到阿全，俺了解啦。莫按你講啦，也係冇強用嘅事情。護士小姐，雖然講冇信仰哦，不過哦，你也俾個氣場，我真叫人講一下。 媽媽，安尼就好嘞。俺知道有較好嘞，有較好嘞吼。錯，就係你。來，夜光盤，小神，安部頭，盤盤啊，記得哦。好。還有啊，還有，那布袋都冇啦。天公你拿2種過來。還有冇接到呀？有呢。還有，還有。哎，我無卡留下，係買監視器嘅。我天公拿2個過來。哦，唔是麻煩嘞。哎呦，按用下安全，吼。你下做結婚，還爭過來。護士小姐，護士小姐，護士小姐，護士小姐。
好意思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吗？我是王碧秋的高中同学，之前都在国外，现在才刚回来，想说今天来给他一个惊喜。请问他在吗？碧秋学姐现在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。是哦，那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？哦，我听说他后来好像不好意思哦，这是个人隐私，我们不方便透露哦。可是我只是想说，如果你们很熟的话，你直接联络他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都还有工作要忙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请你离开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刚刚给你添麻烦了。我想说遇不到碧秋的话，这个蛋糕就给你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没关系啦，碧秋的同事就是我朋友。只是我记得之前听碧秋说在这里做得很开心啊，怎么会突然就离开了？是不是她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啊？没有啦，碧秋学姐她在工作上很厉害的。那她为什么要离开呢？我知道这是个人隐私，可是我真的很担心她，我都联络不上她，所以我才会突然跑来这里的。其实我也蛮担心碧秋学姐的。是哦，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就是那什么。大家都会因为遇到困难、不足、失志，对一般人来讲，也條負面情緒係做地天天嘅小法庭，也係正常嘅憂鬱。唔過憂鬱症冇強用，佢係一種愛治療嘅病。造成憂鬱症嘅原因有以下種：壓力、腦內分泌失調、遺傳、重大事故。都有可能會本人錯到。在憂鬱嘅世界度，病人看唔到一個世界嘅獎，佢條嘅付出係唔會說明嘅，對條擺中意嘅事情唔會夠有感覺嘅，帶點強烈嘅罪惡感，把點輕態嘅身心壓力。憂鬱症嘅病人唔係唔拉堅強，咩唔係想唔開。佢條愛專業嘅幫助，老福卡嘅支持，將做得行出來，重新看到一個世界嘅光明。自從我生病以後，他哪次不是正色爺爺？你就會衝啞巴窮遊，所以你某路用這麼多錢來整改嘛？爸，這是被你生活逼死的，你為什麼要講這種話？不要威脅我！你叫他還非到王碧秋會對你來投訴，你威脅
抢你案呢？吃到比他好。有在借镇定剂。这是药物的切断反应。谁叫你贴的？你他妈熊英勇哎！真定平来。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。选择，留下一个拥抱。上伊嘅世界做得好，挫败嘅未来无彩。愿你唔要在意，其实未来要上彩经验。唔要在意，嘛该喜爱，你系唔系？喊你呀，出色都太严重。在爱身边，也想做的一撒来相依。你有空多么，我的天定也会脚步。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。错事都太严重，在爱身边。想做的一撒来相依，你有空多么，我的天定也会脚步。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。